各位，我们利用简短时间给各位大家报告这个道理。君子从不伤害别人，君子他遵守做人的基本道德，有慈悲柔软的心性，他不任意的去找别人麻烦，不会想办法去折磨别人，不会，这个是君子的生活态度。小人呢，从不谴责自己，小人就度量狭窄，思想非常的短浅，处处都自私自利。别人有一点点伤害到他，讲话不如他所愿的时候，他自己做错了不承认，就一直责怪别人，他从来不谴责自己，从来不会要求自己自我检讨反省，他不会。诽谤人欺负人必损其阴德，你诽谤别人没有理由的就栽赃抹黑，用一种没有事实的依据去诽谤别人，欺负比较弱势的人或者能力比较软弱的人，你就故意欺负他。各位不可以这样做，如果你诽谤别人又欺负别人，你损其阴德，本来你有一点福报，但是会亏损掉，慢慢的流失掉。你如果赞美别人帮助别人，必增其福德。任何一个人都是我的老师，任何人都是未来佛，所以我们看到人赞美都来不及了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，我们应该把他的优点好好的宣扬赞叹他，而且能够帮助别人。别人有需要有困难，他现在遭遇不幸，我们想尽办法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如果你能赞美别人又帮助别人，必增其福德，能够增加自己的福报，而且他的品德也会慢慢的提升。所有的龙天护法都给你赞叹，随时把很好的东西送到你身上来，你有求必应，随心满愿，贵人明显。为什么？因为护法从中在安排。所以如果你能这样做，自然感召未来的道路一片光明。今天将这一章给各位大家解解法缘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